大家好，我係 Roger。一般經理請人嗰陣咧，不外乎面對幾個問題嘅啫。第一，面對心儀嘅對象咧，就唔知點開口；帶咗佢嚟公司同團隊活動咧，就唔知點樣跟。同佢講完行業、公司回報幾咁好咧，又見佢冇乜 feel。跟住同佢講點樣做嘅時候咧，佢又話唔識 sell 單啊，唔知點揾客啊，收入唔穩定係而卻步。咁你叫佢考下試先，叫佢真係同你考下試先咯。試啊考咗，曲啊上咗，但係咧冇動力、冇策略、冇成績，最後就流失翻啦。所以嘅唔知大家啦，你個案見過好多年，好多經理咧就浮浮沉沉啦，人來人去打個和啦，咁其實咧就好可惜嘅。咁但係歸根結底，其實個問題就係一個經理，如果你真係停留緊喺度賣緊平台啊，賣緊回報，而忽略咗咧一個人佢自己嘅創業動機嘅話咧，其實你個回報幾咁好咧，冇乜意思啦。第二就係咁即刻佢錢係錢同埋錢咯。咁但係今時今日咧，一個人嘅事業追求唔係淨係喺金錢層次嘅，可以係一個更高層次嘅追求啊，譬如個人成長啊、發揮啊、使命等。如果你依個位攬唔到上去嘅話咧，其實個動力都係不足，佢就唔會睬你嘅。所以我哋唔可以停留喺以前就話晒面門，跟住身光頸靚，跟住有到天下無敵嘅 sales talk， 講到自己幾咁勁，跟住一兩句嘅 sales talk， 再加 handle 力將純水咗佢嚟考試，就諗住搏一飛嘅。其實最後咧又會去翻去原點噶嘛。真實優質嘅招募咧，永遠要用人性嘅角度出發。究竟你掌握得到一個招募對象，其實佢自己嘅事業判斷機制係啲乜嘢嘢咧？佢嘅創業動機喺唔同層次上面有啲乜嘢嘅元素咧？而對佢影響力有幾大咧？識唔識得去做翻一個好嘅行業特質同佢嘅創業動機之間嘅配對咧？如果佢有啲唔同嘅疑慮，究竟係屬於邊個層次嘅疑慮？而我哋能唔能夠將佢轉化做一個成功嘅策略咧？當我哋令到一個人有動力、有投入感、有策略、有信心、有實務實幹入嚟發展嘅話咧，呢個就真係優質招募。要做到呢個效果嘅，我哋自己接收嘅層次都要更加高啦。除咗學識一啲行業展述之外，對人性嘅觸覺、心理學思維嘅機制咧，亦都要有個更大嘅提升啦。我哋會全新推出一個 NLP 邏輯層次加心理招募嘅工作坊。咁喺兩個單元嘅工作坊入邊咧，咁我就會同大家就住人性啦、思維系統啦、動力同埋行業展述咧，做一個好嘅糅合啦。咁如果大家你真係有心做一個優質招募，即係話你係想開拓某一個市場啦，跟住做好一個實務性嘅有架構嘅一個招募思維同埋 presentation 嘅系統，令到你做一個優質嘅推廣、跟進同埋激勵，而帶動到優質嘅人才加入，以至於係真係有一個持續發展嘅話咧，咁呢個計劃咧會係一個幾好嘅導入點嚟嘅。登入我哋嘅連結咧，都會睇到相關嘅內容噶啦。一個優質嘅團隊咧，其實係由一個專業嘅招募開始嘅。咁如果為咗喺未來2年嘅發展咧，咁你而家咧就應該做一個好嘅部署啦。我哋跟住落嚟2個單元嘅工作坊，同大家就住心理學啦、思維系統同埋招募架構咧，有一個務實交流同埋探討。到時見。